我们光照片这样看，真的是很漂亮。像那个地方啊。对啊，那个路如果是现在这样子很好的话，那个时间就更久。阿拉梦啊。Pasasingin naman at sansang de. Mana itu aja故事啊？去古代巴萨星啊的，哎呀，会好啦，那么多的分多金。我们可以去看啊，相思树什么时候开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。哎，这边可以做那个相思树的什么什么木棉花季呀、相思树季呀。对，就可以用这种方法。因为这个林道全部都是相思树。对呀、对对，哦，对，所以我们今晚爱做那么那就买just得照顾。麻烦拿哎呀，山猪。我拿到头部。哦啊，这是我比较在呀。Kita ilah jana semua ilah jana yang. 干嘛这样？这边可以做那个呢，相思树的什么季节？大概是什么？季节它才会开花。可以在那边。你那督促不要让他们太那个了。相思树是什么季节它才会开3月份吧。哦，那刚好呢。开始了。好了4，月的时候。马上拍照。要经过相思树，要经过一级宫。Ini kan pakai kemasuk tanaman anu 回去。啊，